从前，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转世于地狱时，与同拜伽玛日巴一同拉地狱的马车，因他们俩力气很小，拉不动。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要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平常都是有比较有听到，所以呢就也不需要特别多的解释的方面。幼子们便用自然的脾气吹大，猛击他们，极痛苦。当时他想，我们两个都无法拉动马车，以其共同感受痛苦，不如让我独自拉车，让我独自拉车承担痛苦，让他获得安乐。于是他告诉狱主，请将同伴的绳子拴在我的颈上，由我单独拉马车。狱主生气地说，众生感受各自的业力，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说完用铁锤击打他的头，结果以其善行力，他从地狱转生到天界。经中说，这就是世尊利他的开始。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要知道一件道理。我们前面就是观修的时候，就是今天学习的主要的就是自他相欢的方面。那么自他相欢来说到自己的幸福跟快乐送给他人，他人的一切痛苦自己来承担，自己接受他的痛苦，来承担他的痛苦，对吧？那么这个从这里讲起来的时候，就平常我们在修行的人最主要最适合修持这个方面的机会跟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就自己也是有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比较有这种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是更是重要的。那么自己生病的时候，不能以为说自己为什么这样生病，那某很多人没有生病，我是为什么生病会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那么这种时候呢，这些一切的想法要放下，然后同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生病是过去的很多事当中的没有就是怎么说呢，还消除圆满的这些业障，那么这些是肯定就是要承担的。如果是我今生没有得这样的病的情况下，那就是只能是在地狱当中要痛苦来换这些所有过去这个所造的业力。那么今生就获得佛法，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修行者。所以呢，就我们经常讲的业障现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就是今生以可以在时间的人世间当中呢，就是没有像地狱那么的痛苦，但是以用自己的身体的那个感受以痛苦或者是这些不幸的一些结果来承担然后就是要接受那么就是圆满过去没有圆满的这些方面的功德。那么同时呢，就是我更愿意代替所有一切的众生来可以感受这样的病痛。那么今天我在得的这个病，或者是我就是感受的这些痛苦呢，就是能够可以代替一切众生。希望所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的这种病痛的这些众生呢，不要再也感受的这样的痛苦。我今天能够可以代替所有众生来替换，那么就我来感受他们的痛苦。那如果是我的病，如果是更严重更增加了，那也是我就非常愿意这样从内心里面深处的就有下定决心来要发心。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很多的人又以为说我为了谁发了什么愿，是不是我就真的要就担这个责任？就是很多人来说到就愿意担这个责任，而且发了这个心，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就众生每一个人的业力是只能是自己来承担，所以呢，不会变成他的痛苦，那就是增加到你的这个发心的言语，就是变成你的这个痛苦的这种道理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就是师尊当初呢，就是在地狱当中，他是真实的从内心里面发了心啊，他想要言语两个人的这个痛苦，他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主要呢，就他因为发了这样的一个善心的力量，他就立刻就从地狱当中解脱了。那么另一个人呢，就是肯定就没有办法解脱。因为就是他没有发心，发心的人就是师尊，师尊呢他就发了心，他就从地狱当中解脱了。但是另外一个众生也是同时解脱了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众生每一个人就是在狱主说的一样，众生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业力只能是自己承担，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啊。这样的发心又有点不敢这样，不敢发这样的心的时候，也许也是会有的。有些人来说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就是当然就是为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执着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当然也是每天都是会想啊，自己要获得圆满，自己要获得幸福，自己要快乐啊，然后自己呢就是不想感受痛苦等等这些一切的想法是。那么就没有办法在断除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为了我们学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自他相欢的这些菩提心，也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敢做的这种情况，也是应该也是会存在的。但是你存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来说的话，就谁也代替不了谁的痛苦，但是我们自己要能够圆满的情况下，以一种忏悔的方式跟一种发心跟一种忏悔的方式而已。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修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两种道理从这里我们就是要明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得要修自他相欢的菩提心。那自他相欢的菩提心，我们一修的情况下，我们马上就能够可以在代替所有的众生的痛苦吗？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成佛，所以就是用这样去修。我们成了佛以后呢，就可以度化一切众生的。此外，世尊曾经转生为商主扎尔之女时，也是以相续中升起自他相欢菩提心，而立即从恶趣中解脱。接下来也是一个故事。从前有位扎尔施主，他所生的儿子都夭折了。一次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使他生存下来，并给他取名为扎尔之女。一次施主去大海中取如意宝，结果全会沦亡。儿子长大后问母亲，父亲是怎么种姓？母亲想，若如此告诉他，他定会去大海中取宝。于是便谎说，你父亲是买粮的种姓，所以他去买粮食，每天赚的4元钱孝敬母亲。买粮食的同行对他说，你不是买粮的种姓，经营粮食是不合理的，于是禁止他买粮食。他返回家中又问母亲，父亲是什么种姓？母亲告诉他是买香的种姓。他又去买香，每天赚的8元钱孝敬母亲。那些买香的人又同样禁止他买香。母亲又告诉他说，你父亲是买衣服的种姓，
他又去买衣服，每天赚的是6元钱交给母亲。买衣服的人又禁止他买衣服，母亲又告诉他，你是买珍宝的种姓。于是他又经销珍宝，每天赚的32元钱孝敬母亲。后来当地的其他商人告诉他，你是从大海中取宝的种姓，所以应去从事自己的种姓的事业。他回到家中，对母亲说：“我是商人种姓，所以要去海中取宝。”母亲说：“虽然你是商人种姓，但你的父亲和祖辈们都全部是因为去大海取宝而丧命的。如果你去，也定会一命呜呼。所以不要去，在本地经营买卖吧。”但他执意不听，准备了去大海时所用的一切资具。临行时，母亲不放他走，一半指着他的衣服，一半哭泣。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今去大海取宝之事，你却这样不吉祥地哭哭啼啼。”说完，用脚猛踢母亲的头，然后便走了。在海上，船只毁坏，所有的人都沉入海中，大多数命绝身亡。他抓住一块节木，飘到了一个海岛上，那里有一座欢喜城。那印度本身的这个过去的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那自己是哪一个种族的话，必须得要继承他的这个事业继续下去的，所以也是不能那个改行。他们的一个印度的一个种族的这个之间的一些习惯，就是文化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习惯。所以呢，这个方面，他们呢就是母亲为什么要不跟他说的原因是怕他也会回不来，从大海当中回不来。那但是呢，就是印度的本身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来说呢，就是不允许改行的。所以就是印度有很多的那个怎么说呢，乞丐相当于要饭的那些，就是经常就是不做任何事情，然后一直都是在那边怎么说呢，讨饭的那些来说呢，也是他们的一种从过去的他们的家族都是这样下来，所以就是小孩生下来也是只有这个想法，家人也是带着有多少小孩就带多少小孩一起去讨饭，一生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嘛，所以这里接下来我们最主要，他这里讲的最主要呢，就是不是他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最主要呢，就是要讲因果，所以就是下面会更清楚的。